伫咧苗栗县的火焰山崩坑甲西潭的山路，最近都有民众报案，讲有少年人围伫咧遮封路翘高链的皮车，警察随去抓，就搁随线去。警方表示会继续来调监视器来抓人，依法上班。记者起诉两个一组，也无伫安全部伫崩坑内吹油门，也翘高链竞速。伫另外一条崩坑内，也共款互车辆降板，也发出惨耳噪音。网络社群的这段影片，照片分别是伫苗栗山皮的火焰山崩坑，甲西潭的石爱崩坑。大批民众甲人车聚集伫崩坑，疑似当咧办车主，甚至也互相驾车，最后也将崩坑规个占据，大家同齐来翕相。那当地民众对改装车聚集竞速，感觉真困扰。哇！大概有上百人，就是汽车，就去在隧道里面转弯，车子变都不能睡觉，一直很多车子。当地民众表示，这技术拢是外地来的改装车，看准这个路段4块位人较少，高花径国道也是快速道路，较方便到，所以选伫遮聚集。警方表示，初一迄天有接到报案，也毋过去的时阵，民众已经散了。经查证，均为外县市车辆，并以货车及厢型车载运到该地点。目前已锁定对象，并积极查缉到案中。警方表示，会调阅监视器，追查相关人员到案。除了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，相当会当处5年徒刑，还是15000块的罚金；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部分，相当也会当罚9万以下罚款，吊扣牌照甲没入车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